那么第三个就是顶尼圣法拉啊，就是法那波斯，居于七叶库山东，1400罗汉绕，切克因，就是借七颗银，吃这个覆尘，加持上是就注释加持佛法变形身。那么这个尊则呢，就是叫这个就是叫什么？就是法那婆斯啊，就是法那婆斯，甚至法那婆斯，甚至法那婆斯藏文当中呢，就是那个那内，就是意思就是住在这个森林当中，就是住在这个树林当中。那么住在哪里呢？就是居于这个七叶库啊，就是七叶库是释迦牟尼佛这个涅槃以后啊，就是这个接济这个佛法的，就第一次接济的这个山洞啊，就是那么这个不算特别大，有些500阿罗汉都是可以居住在里面，就是也有这样的这个历史，就是所以这个说法上面呢，就是有些说是克主山，就像这个就注意这个克主山，但是实际上是这个七叶，就七叶是一棵树，就是七叶树，它这个七叶树呢，是一个森林，就是然后在七叶树当中呢，就是居住就是，然后在山洞，就这个山洞里面就是居住的。那么中共有1400个阿罗汉围绕，它的树荫呢就是这个一树是这个七颗印，一树呢就是有佛称啊，就是那么这个佛称呢，佛称，但有些方面稍微有一点点不同的，就是可能你们那个下面的这个注解啊，就是这我们学院里面发的那个注解的话呢，昨天我没有这个很好的校对，就是包括这个可能树荫呢，有几个地方是不是特别对的，就是以后呢可能在做这个讲解的时候呢，就是稍微这个弄一下，因为发注记里面的有些是这个发注记里面就是有明显的，有些是那个乾隆一体里面就是有一些这个标识啊，就是它的标识都是不太这个相通的，就是不管怎么样呢，那么这个是这个阿罗汉呢，就是住在这个印度的，也就是说是这个七叶树林当中啊，就是因为这个尊者呢，就是在有些公案当中，就是说是他一直住在这个森林当中啊，就一直住在这个森林。其实这个地方呢，是这个摩羯陀国的，就是王塞城的附近，就是这跟宁九山和这些呢就非常近的，就是王舍国的，就是附近在一个地方。那么可能有些人想，那我们现在去朝拜印度的时候，没有这个阿罗汉，就是他的包括这个什么这个4500个1400个眷属啊，这些都是没有见到。其实大家都可能学过这个俱舍论和学过一些毗赖耶经的人都知道，就是那么这些阿罗汉呢，并不是现在我们这个肉体就是色身的方式来这个居住的啊。就以前登州法王的这个故事里面的是已经讲了，好像4000多年前还是什么，就是这样的阿罗汉都是包括我们拉荣的这个附近都有这个肉定啊，就是一直肉定在那里，就是他在小的时候呢，不小心把这个洞挖开，就是然后呢，就里面有阿罗汉，就是他这个肉定，就是然后呢又把它覆盖上，就是说你们这个修房子的时候不要挖得太深了，不然万一挖出来阿罗汉还是有的那个，人家登州法王的是小的时候也是这样。所以那个就是说这个阿罗汉啊，就是七颗印。那么这个阿罗汉呢，实际上是他的这个公案道士好像不多，就是实际上这个阿罗汉小的时候呢，是婆罗门，就是家这个非常富裕的家，然后这个孩童呢，就是从小的是对这个世间的一些严厉性就是修得很好的，包括他们家的一些特别富裕的财产呢，就始终觉得是这种财富呢，像天空的这个云雾一样的，就很快就消失了，就是没有什么这个稳定的，而且这些财富呢，就是要这个进行赎获啊，就是包括在这个国王面前，就是把他这个缴税啊，就是当很多的非常痛苦的因啊，就穷苦呢就是越来越多，就是财富越来越多的时候，这个痛苦呢就是越来越多，就是他有一种这样的这个认识，后来将自己的家产呢就是全部都放弃，然后就是到了这个七叶这个树林呢，就刚才有这个山洞的，其实这个山洞的上面都是树林，就是到了这里呢，就是开始进行这个修行，就是这进行修行呢，后来就是他获得了世间的这个四种禅定，然后后来获得了世间的四种禅定以后呢，佛陀也就是知道就是度化他的这种因缘已经成熟了，然后佛陀就是在显现在这个森林当中，然后见到了这个佛陀之后呢，就是他对佛陀的庄严身相呢，就是升起无比的信心，然后呢就马上就是去这个皈依啊，在他面前就是说持这个佛法，佛陀也是以这个善来的这种这个词语来就是进行对他出家，就进行对他传授
这个佛法这后来就是获得阿罗汉果位。有些历史当中呢，就是说这个后来他获得阿罗汉果位呢，就是不是在佛陀面前，是在目犍连面前。目犍连呢，就是当时给他们就有缘的弟子，就是将这个诸恶莫作、诸善奉行、四经七义、持住佛教这个偈颂呢，就是传讲的时候，那么就是这个也就是说法拉波尊者他呢就开始这个听说，然后进行呢就是思维它的意义的时候呢，就获得了阿罗汉果位就获得阿罗汉果位，就是也有这样的这个说法。不管怎么样呢，就是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祈祷他就是祈祷他的话呢，就是从自身的修行的话呢，他通过这个切克因呢，就是迁除就是人和非人和世间当中的一切这个天龙夜叉这个以及呢就是这个罗刹等等，就是一切这个危害，就是对我们这个人和非人的各种的危害的话呢，就像莲花生大师也是通过切克因啦，降服就是一切这个邪魔歪道，就是那么还有就是他的这个浮成的话呢，给这个所有的无边的这些众生呢，就是带来这个清凉的这种这个发育就是带来这个清凉的。随时的话呢，就是用这个清凉的凉风啦，那么众生呢，就是从这个烦恼的惑热当中呢，就是得以这个解救。所以呢，我们就是通过这个祈祷，就是这位阿罗汉尊者就是他已经获得了这样的这种世间的所谓的这个常属的这个果位，那么自己呢也是祈祷他，就是世间的一切的这些大德们呢，就是长久住着，让这个佛法呢就是遍地兴盛，就是应该我们这样来发愿。